讲到咱国内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医护人员的压力也愈来愈大。即马有真侪文学创作者以医疗人文的角度出发，记录这医疗前线和确诊者的心情。有学者认为讲，台湾即马上界需要的，就是一款正面的能量来鼓舞大家。确诊者逐工伫咧增加，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哪来哪大？会将拖烧这冬瓜来，未少文学创作者以医学甲人文的角度出发，对武汉封城、急诊室状况到瘟疫的启示，探讨医疗病痛甲生死的议题。学者肯定这作品对医疗教育甲患者疗伤的重要性，也认为台湾即马整体应战需要更较侪正面能量。特别是在视觉方面的东西，很多一些新的图像的出现，好，那会让你觉得说，真的，大家想要去抒发自己心里面那些恐惧跟焦虑的时候，你会用非常创意的方法去表达出来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。国内对2018年就开始做医疗人文的论坛，甲下领域的研究，邀请各国健康人文的学者对医疗救护、到人文教育分享国际面对疫情的经验，也培养少年创作者斗阵加入研究，让台湾在亚洲相关的领域有正出色的表现。开始有影接到足济国外的学者讲要来交流嘛，哈。其实台湾伫19世纪的时阵，就是全世界这个热带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所在。后手当然就是这个医疗人文，吼，甲医疗历史或者是社会科学，这可能就大家过来看讲，会当敢若过来合作啊。面对看袂到的敌人，安怎调整心理，真正做好甲病毒共存的准备，延续台湾防疫前半场的好表现，是这届台湾整体社会爱共同经历过的考验。记者阿敏真从派文台北报道。